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很感谢我们今早一起来到这边，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上帝。特别今天是两堂合作会，第一堂和第二堂。我们第一堂，平常台语礼拜跟华语礼拜，我们今天一起聚集。重要就是我们要一起来欢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更重要是我们要一起来见证。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在今天他们要受洗，他们要加入这个信仰大家庭，也要加入我们富强教会这个大家庭。我们一起来见证，我们也一起为他们来祝福。所以愿神赐福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礼拜当中，特别我们今早带着一个感恩，而且是一个欢庆的一个心情，因为今天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让我们今天可以享受在今早的礼拜当中，让我们今早可以全心的投入在今早的礼拜当中，互咱今仔早起时真正领受到耶稣基督所带予咱每一个人的恩典，耶稣基督所带予咱每一个人个我的心的快乐，愿上帝赐福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上。这是我是邀请大家，咱做伙用这条诗歌，咱做伙来敬拜咱的耶稣基督，因为耶稣的性命，伊个我，互咱会当来敬拜，会当来唱出俄乐的诗歌。咱做伙来唱这条的诗歌，耶稣因你的名，阮来敬拜。耶稣因你生命，阮来敬拜，跪落伫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生命，阮来敬拜。耶圣灵你是主，咱一个对头来唱。耶稣因你生命，阮来敬拜，跪落伫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生命，阮来敬拜。耶圣灵你是主，咱搁一个对耶稣来讲。耶稣因你生命，阮来敬拜，跪落伫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生命，阮来敬拜。耶圣灵你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困求诚心甲希望。耶稣基督是主，咱搁一个来宣告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困求诚心甲希望。耶稣基督是主，咱搁一个来宣告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困求诚心甲希望。耶稣基督是主。这是无需要请大家做伙开出来祈祷，为着耶稣成做咱性命救主来感恩来祈祷。因为耶稣基督伫咱的性命，互咱的性命得到新的快乐，得到新的性命。咱做伙来开出来，咱的耶稣基督来呼救啦，咱耶稣基督来献上感恩，因为伊伫咱性命中所成就的一切，咱做伙开嘴，为着这样代志，咱献上咱的感谢的祈祷，献上咱欢喜的祈祷，咱做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主啊，耶稣基督，感谢你来到世间，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性命，因为我每一个人你定是你是一个幸福，第三个我，但是这是一个好的消息。一个网站，我有新的快乐，我有新的画面，通会当新的风景。主啊，你是迄个生命世界的光，你照伫阮的生命中，我无搁惊伫黑暗中。主啊，献上感谢，耶稣基督，你真正是阮生命的主，你真正是阮生命中上大的帮助。主啊，感谢你，主啊，主啊，咱把这几个
个为着今仔日要受洗的每一个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主真正坚固伫因的信心，互因透过今仔日这个洗礼的这个过程，洗礼这个重要的记号，互因搁一摆，互因的心嘛，搁一摆宣扬讲耶稣基督是因的救主，互因搁一摆看见耶稣基督是因生命中的拯救。咱做伙开喙，嘛为这兄弟姊妹今要受洗礼的兄弟姊妹，咱做伙开喙为因来祈祷，坚固因的信心，咱做来祈祷。主啊，主啊，感谢你，主啊，你是拯救每一个，主啊，每一个的生命，主啊，帮咱今要来受洗的每一个兄弟姊妹，互因的心搁一摆来向你，互因的心搁真正来宣扬讲耶稣基督你们真做神的主，主啊，帮咱因行的这些。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困求信心的希望，耶稣基督是主，耶稣是主。宣告耶稣是咱的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困求信心的希望，耶稣基督是主，耶。咱做来做一个祈祷，是耶稣基督，你是阮生命的主，你是阮生命唯一的拯救，你是阮生命唯一的帮衬，因为有你，互阮的生命得到重新的溃烂，互阮的生命有一个重新的开始。因为你是光，你照伫阮黑暗的生命，互阮无搁行伫黑暗中，互阮通会当行伫你的光，行伫你的带领下面，互阮透过你的恩典。搁一摆享受甲你3000分美好的时刻，主啊帮助阮，你互阮的生命搁一摆得到自由，互阮原本受到压制、受到罪恶捆绑的生命得到逃放。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因着耶稣宝血的遮盖，使我们再一次的脱离所有压制在我们身上的重担，让我们活出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勇敢的向前行，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美好的见证，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全心全人，再一次的来宣认说：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救主，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这时邀请了每一个兄弟姊妹，要求每个弟兄姐妹，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用这一首诗歌，我们一起拍掌，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再次的宣告说：因着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生命得着自由；因着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生命得着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要用这首诗歌一起来献
上我们的赞美。你释放被捆绑的人，你为我们带来自由。最曾使我们被拒绝，直到遇见你宝血，全新的我献上赞美。你释放被捆绑的人，你为我们带来自由。最曾使我们被拒绝，直到遇见你宝血，全新的我献上赞美。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透过耶稣，锁链全都断开。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再一次来宣告，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自由。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透过耶稣，锁链全都断开。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我们继续拍手来赞美。遮盖我罪，因你宝血，是我的神，是你恩典。我承受压制而痛苦，直到遇见你宝血，全新的我献上赞美。再次重来唱。遮盖我罪，因你宝血，是我的神，是你恩典。我承受压制而痛苦，直到遇见你宝血，全新的我献上赞美。再次宣告，主啊，你在哪里，哪里就自由。
大有能力，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罪都得着赦免。我们全新的生命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名，让我们再一次来宣告耶稣基督的名。我宣告，我宣告，我赢得自由。基督福音是大能，要赐给我生命。我宣告，我宣告，我赢得自由。基督福音是大能，要赐给我能力，恩典已经来到。在创世以前，天父他已经爱我，创造我，认识我，拣选我，才派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舍命，从此进入永恒爱的约定。在创世以前，天父他已经爱我。咱做伙继续用圣诗第98首，咱来敬拜。
哈利路亚！我要学了天顶的主，我的上帝，在这个欢喜的日子，是你在早起时，妇人人看见梦的石已经开，梦已经空，我的救主耶稣基督已经对死过活。哈利路亚！阮感谢你，阮大概在这个时阵，众兄弟姊妹拢聚集到你的圣殿，愿做为欢喜来歌唱，来学乐，荣耀我的主，因为救主耶稣基督已经拍倒死的关系，对死来过活，带予阮一个全新的愿望甲生命的改变。所以，阮大家用欢喜的心聚集到你的圣殿，要通过诗歌、学乐，要通过感恩、多谢，以及对你的话，搁一遍得到激励甲学习。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得到这个救赎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从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钉十字架，为我们的罪而死，但是胜过死亡的权势，打败魔鬼的计谋，让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复活成为我们新生命的希望。感谢主，愿今天全世界各地每一个奉你的名聚会的基督徒，大家唱出赞美的歌声、感恩的歌声，也让我们重新确认神的恩典跟救赎，要赐给每一位确信、相信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愿今天所有的敬拜，一切荣耀归给你。每一位弟兄姐妹从心中唱出赞美的歌声，从心中发出感恩的祷告，也从你的话语得到新的力量跟确据。愿神的同在，让我们今天礼拜荣耀都在归给你。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这个时候要请弟兄姐妹仍然站着，我们用华语或是台语，咱要做伙来坐念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咱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入内受苦，定时计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打一日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我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们。大家请坐。
伫耶路撒冷城的街路，何塞那奉主的名来的，应该得到俄勒的歌声，甲百姓的喊话，第三印象，因为今仔日就是遐个军队耶稣的百姓，在欢迎因的王，恰如应显入城的大日子。总是阮总伫亲像相反的街路的印象中，遐个妖异的、甲无情无义的宗教领袖在组织，传播怨愤甲妖异的政治，也计无要将这位谦卑的先生的影响力消灭。真通确定的，
就是这个阴谋诡计的人，是有可能找到一个甲证人所讲的弥赛亚，上清君的人做来干。总讲一句，若是倾用钱银，任何人拢有可能受买收。就安尼，诡计完成啦，就是计划买收门徒中的一个，就是一个可能为着几十个钱银出卖耶稣的门徒。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到耶路撒冷，一起过犹太人的逾越节。当他们聚集一起
享用逾越节的筵席时，耶稣告诉他们，艰难的日子即将来临。他提到被出卖，以及很快要离开他们。然后他拿起饼，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接着他又举杯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即条咱做伙来看启应文，记载伫诗篇16篇，我来启，非常来应。上帝啊，求你保护我。伊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去对别来神明的人，一定加添痛苦。因毋参有因的献祭。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是我的福杯。伊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要称赞驾是我的上主。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因为你袂予我，甲我放杀伫阴间。伊会指示我人生的道路，伫你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上帝，阮感谢你，今早你阁组织阮众兄弟姊妹伫你的圣殿做伙敬拜阿罗你。阮将阮今日主日的敬拜。搁一遍全然交代伫你的手中，愿圣神运行伫阮的当中。主，你是阮值得阿乐甲荣耀的上帝，你创造宇宙，掌管历史，借着耶稣基督国我的救恩，将阮对黑暗中拯救出来。愿阮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愿阮的喙甲心一致，将恶乐拢归乎你。主啊，阮也承认家己伫你面前的过犯。阮时常喙称上帝你是主，毋过阮的心煞来离开你。当阮拄着软弱，求上帝你来带领阮。当阮无遵行你的旨意时，求上帝你来引带阮，主求你赦免阮的罪，洁净阮的心思意念，互阮搁一遍来亲近你，借着主耶稣的保护，互阮定心来到你施恩宝座前，领受主你大大的恩典。伫这国我的主日，我们去想念主你对死里国我的大能。主耶稣，你经赢过死亡的关系，将新的生命甲永恒的愿望，求上帝你帮助阮，毋但是庆祝国我，更加要活出国我的生命。甲你同死同国我，成做一个新造的人。天父上帝，阮为着阮教会，伫明年要进入50周年。来献上感恩，求你一路的带领，保守阮富强教会这个属灵的大家庭，伫这个社区成做美好的见证。阮也要将阮50周年筹备的工程、工课、甲事工，全然交代伫主你的手中。愿上帝你亲自有备所有的人力、财力，互阮有智慧甲合一的心智。来荣耀上帝你，主啊，阮也为着阮今日受洗兄弟姊妹来献上祈祷，愿上帝你的恩伫因的心上，愿每一位受洗兄弟姊妹拢会当真实经历主你的救恩，立志一生来跟对主。愿众人也会当做伙记得家己的信仰的起点。定心献上家己做活祭，伫生活中记得主你大的名。
主上时，阮也为着阮心灵软弱的肢体，交代伫主你的手中，求上帝你施行医治，无论是伫病痛、情绪、家庭甲灵力的重担，愿上帝你亲自来安慰、扶持、医治甲恢复。主，我们将我们每位信徒的灵命成长一起献上祷告，愿我们不只是成为主所意爱的子民，更是天天要活出真理的门徒。愿你的话语扎根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更新，成为光和盐，在这世界上为主你来发光。我们如此同心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咱做来恭守上帝的话。今日的圣经记载伫马可福音书16章第1节、5节到7节。第二个圣经是哥林多后书第5章16节到17节。我先来读台语的。安息日过了，伯大尼的玛利亚、雅各的老母玛利亚。较撒罗米要烹料，要去抹耶稣的遗体。因入去墓内，看到一个穿白衫的少年人坐伫正边，非常着惊。迄个少年人对因讲：“免惊，我知影恁在找互人钉十字架顶的拿撒勒人耶稣，伊已经过活，无伫遮。”来看看伊的所在，恁去甲伊的门徒甲彼得讲，伊比恁先去加利利，伫遐恁会看到伊，拄照伊甲恁讲的。哥林多后书5章16节到17节。所以我对打以后，我无搁根据人的标准捌人。虽然我捌用人的标准捌基督，毋过现在无搁安尼捌伊。安尼无论什么人，若甲基督结连，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但拢变做新的。我们一同来念华语的经节，我们一同来念，请。安息日已过，抹大拉的玛利亚。雅各母亲玛利亚和撒罗米买了香料，要去抹耶稣的身体。他们走进墓穴，看见一个青年人坐在右边，身上穿着白色的长袍。他们都很惊慌。那青年说：“不用惊慌，我知道你们在那里必定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不在那里。”他明年先到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可以见到他，正像他告诉过你们的。所以我们从此不再根据人的标准来估量人。虽然我们曾经根据人的标准来看基督，现在我们不再这样做了。无论谁，一旦有了基督的生命，就是新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新的已经来临。愿上帝亲自赐福听他话语的人。接下来，我们请圣歌队来献唱。
晚餐过后，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到一个名叫客西马尼的地方。就在耶稣预知即将来临的事，以及他的跟从者很快要面临的状况，此时忧伤的重担席卷而来。在痛苦中，他倾吐他的内心，说：“阿爸父，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愿你的旨意成全。”树看交
偏僻安静的花园，忽然，予一大阵犹大带来的一群野刀、野棍的仆民，的喊话声拍破，因将耶稣抓起来，将伊带到大祭司该亚法甲律法师的面前。伫即个暗暝，伊受出卖，假的见证，阁受虚人审判。了后，耶稣受判死刑，就是受钉死伫十字架顶。总是耶稣伫伊最后疼的表现，就是当伊互交互遐个伫伊本来要拯救的人的手中的时，伊拢无反抗。
耶稣被带到哥哥他，在那里被钉十架，在2个罪犯中间。当现场目击者嘲笑他之时，一群士兵瓜分了他的衣服，对他做最后的凌辱。黑暗笼罩大地，日头也不发光，圣殿里的幔子裂成2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他说完这话，气就断了，在十字架上结束了生命。我
伫7日的头一日清早，有负责人去到伫埋葬耶稣的墓地，有天使对因讲：无得惊，因为我知恁在找耶稣。伊无伫遮，照伊所讲的，已经告我啦。恁着赶紧去甲伊的门徒讲，耶稣已经对死人中告我啦。
咱用普声来学乐咱的主耶稣歌啊！咱嘛感谢咱的圣歌队、管弦乐团以及咱所有同工，用这个好听的听，这个诗歌的清唱集，甲咱做伙来思考、来感谢、来纪念主耶稣的受苦甲歌啊！咱这时阁用一个普声，甲因说多谢，多谢。咱先请圣歌队。献歌队先回座哈，献歌队先回座，准备同工来帮忙，甲这个讲台顶下只的架子来甲撤开。咱过来真多谢咱这的乐团吼，咱看这的拢是少年家哦吼，嘛有几位是咱这客座的，咱甲这的乐团搁一遍甲伊说多谢，拍拍啊，多谢。整个的这个。乐团的指挥调度、指导哈，就是咱的年轻长老，咱甲拍拍啊，欢迎，多谢。咱嘛多谢哈，咱的苏琴，就是咱的黄英佳老师，来拍拍多谢。好，这个时阵哈，咱的乐团哈，嘛要先离座。咱同工头前椅嘛刷开哈，来咱牧师伫即个串场的中间做一个小小的回应甲报告啦吼。咱的即个圣乐团甲圣歌队的献唱，咱已经前后有3冬的时间对疫情了吼。咱看见这个乐团愈来愈盛大，也越来越这个技巧哈，越来越非常的感恩哈。我们明年要迎接50喜年了哈，明年要迎接50喜年。那50喜年呢，我们教会很特别哦特别邀请了我们国内非常出名的圣乐的作曲家金希文教授，伊特别为着咱50喜年专工咱邀请伊专工为着咱50喜年来做这个曲，50喜年纪念曲，所以咱的圣歌队正要咧继续咧壮大阵容啦咱的这个乐团咱嘛咧积极咧训练，是希望讲明年50周年的时阵，这个桌子要，这个要前面来，等下一点点风给我，那个风吹来给我，好，谢谢。咱希望讲明年咱伫50喜年时，咱的圣歌队，咱的乐团。要来首演的对啦这首50喜年的纪念曲，是对诗篇所写出来，咱来期待，请咱也继续为着这个圣歌队乐团因的操练训练来祈祷，也为着咱对主领受到这个祝福，咱伫迎接50喜年来祈祷这个时阵，咱要线接来分享主的话要来分享主的话，当兄弟姊妹。咱今仔日欢喜主的歌乐，所以我要邀请咱大家甲隔壁来国语或是台语说：哈利路亚，主已经歌乐。咱拄则若有真足听我们注意听我们圣歌队他们的献唱你要对歌词从歌词来看，你会看到说，这个8首诗歌属实是对倒位呢？对耶稣伫咱顶礼拜受难周章求主日，就是主耶稣荣耀进耶路撒冷开始演唱8首，耶稣跟门徒一起来吃晚餐。有门徒背叛他，犹大来背叛他。那这个故事一直演进到主耶稣受苦钉十字架。最后一首第8首就唱出主耶稣已经过我。所以今仔日牧师要分享的这个底讲，是线接圣歌队因唱这个对受难周开始的诗歌好顶。会大主的听，然后伫今仔日伫第8首欢喜主歌乐，那么线接这段
的诗歌来三甲分享一个题目，叫做《告我基督新造的生命》吼。我们刚刚有读了2段经文啊，我们也读台语的，也读华语的，我相信大家啊都印象都有了。牧师要在等一下的分享中一起来复习哈。弟兄姐妹，星期天的早晨，我们在唱第8首的时候，有提到了有妇女来见证主耶稣的复活。按照传统的节期，就是今天复活节早上清早，那故事怎么说呢？他说，见证主复活的妇女，她们是在安息日一过，有一位莫大拉的玛利亚，外大粒的玛利亚，有一个雅各的老母叫做玛利亚，啊，古早耶稣的时代玛利亚吼，就是菜市仔名，菜市仔名，大家嘛叫做玛利亚，啊，这个玛利亚的名嘛是主耶稣的老母吼。啊，还有一个叫做撒罗米，啊，因买香料要去抹耶稣的身躯。那大概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的在犹太人的丧葬习俗，好像跟我们台湾真的大大的不同哈。所以你要稍微去了解一下，他们中东那个地方很干燥，他们的埋葬不是用土把它埋起来，也不是用棺木把遗体放进去，他们的安葬是在一个山洞里面，然后挖洞，那有的是用了好多次了，一直循环使用，那有的是挖新的一个墓洞，那耶稣就是被放在一个新的墓洞里面，而且那个墓洞里面可能不只是一个遗体，它是好像请问抽屉啊那样，一个一个，然后把遗体用细麻布包裹起来。那最重要的就是用那个香料，还有那个油来抹这个遗体。所以在中东的这个坟墓里面呢，没有棺木，但是有那个细麻布包着的遗体，而且还可以再进去看，还可以再抹。所以我们就会了解说，为什么在埃及有木乃伊，大概就是这个概念哈。那主耶稣是用这种方式被安葬了。不过，传统的去抹遗体用香料是他们的习惯，也是一种爱的表现。不过，在这个早上，这一群妇女看到了不同的景象。因为有一个青年我们台语有个少年人，坐伫迄个坑的墓来宣告主耶稣的复活。他说：“不用惊慌，我知道你们在找那个被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说：“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就这位青年，就穿白衣，咱另外圣经是讲就是天使的对了。天使坐在墓边，然后跟妇女讲说，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而且他还告诉说，你们赶快去传好消息，因为你们要去告诉彼得，他们这些门徒。他怎么说呢？要去传主复活的好消息。他说：“你们快去告诉他的门徒，尤其是彼得说。”他要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可以见到他，正像他告诉你们的。意思是说，请这一群妇女去宣告、去传播主耶稣复活的消息，而且还跟他们印证说，主耶稣还没钉十字架前，曾经给你们讲哦，他说他会到加利利去，会跟你们见面。好了，好像这个消息到这边，不过马可福音特别记载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为什么呢？因为在第8节的时候记载说，惊讶又恐惧的妇女，他们这几位看到说，哇，从来没有碰到过这个景象，不得了了，墓空了，我们要抹耶稣的那个香料也抹不到了，而且还有一个年轻人告诉我说他复活了，不在这里不得了了，他们是惊吓，其实惊喜，又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圣经是记载说，他们没有去告诉任何人，因为他们害怕。那我们不能怪说啊，这个妇女他们怎么没有按照规矩呢？我们可以另外一个解释了哈。第9节他说，星期天的早晨，耶稣复活以后，首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换句话说，得着第一手消息的就这几位玛利亚，但是他们因为太惊吓了，所以阿兰公细准惊啊，可能回去到家里躲起来了，不知道怎么讲，所以没有讲。但是主耶稣亲自显现，对抹大拉另外又一位玛利亚显现，然后他亲自宣告他复活的消息。弟兄姐妹，这个复活节的消息，基督徒耳熟能详了哈。那即使不是在教会的一些群众，他们也大概了解说，哦，复活节是什么？因为在西方的社会，复活节就是一个大节期耶，啊，复活节是放长假嘞。但是复活节只是一个故事吗？复活节只在记载2000年前有一位很特殊的人物，他没有死又活起来，那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个是我们每一年在复活节的时候都要思考的事。所以弟兄姐妹，复活的基督就是我们新生命的根基。耶稣的复活不只是历史事件，特别重要的是跟你我有关系，是因为是我们生命的转捩点。基督复活的能力使我们能从罪的权势中被释放，这个才是主复活对我们人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因为我们主耶稣的复活，我们有得到了一个新的身份。腓立比书3章10到11节说，我们在基督里就不再是罪的奴仆了，而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更要渴望认识基督，体验他复活的大能。什么事呢？就是说，我们如果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面，你又不是在被罪捆绑了，你是上帝的儿女，而且要渴望认识基督，体验他的复活大能。这是经文原始的经文所描述的哈。那我们就跳过来，保罗做见证。他说：“我们从此不再根据人的标准来估量人。无论谁，一旦有了基督的生命，就是新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新的已经来临。”什么意思呢？就是讲耶稣基督跟我，甲你我产生关联时呢，你有接受主耶稣基督伊的生命，有基督的生命。有基督复活的生命进到你里面，进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他说：“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新的就来了。”今天我们等一下有7位成人洗礼，有这个10个我们的信仰告白，还有4位小朋友要来受小儿洗礼。保罗在罗马书6章4节跟我们提到一个洗礼的关键，他说：“我们是借着洗礼，我们已经跟他同归于死，一起埋葬，正如天父以他荣耀的大能使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也同样要过着新的生活。”这句话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咱知咱丢到教会咱把洗礼的仪式简化了就等一下就滴一滴水在头上，在象征说这个水的洗礼洁净。但是有的教会传统，他们还是习惯，如果在礼拜堂里面，他会做一个大的池子，一个池像比液池更加大更加深要洗礼的时候，规个人拢爱入去水内就对了我们这些信仰告白的弟兄姐妹，他在别的教会以前都是这样子，有的甚至在夏天带去海边入去海里浸落去，若无去溪嘛会使，去溪最近也流行什么到那个游泳池游泳池的时到游泳池就冬天有温水嘛就牧师大家都穿着白袍到水里面，然后整个人要洗礼的时候，整个人都沉到水里面
不会闭气的人就要把捏着鼻子这样下去，然后再起来。那个意思就比较能够理解这段经文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把水沉到水里面，就在象征说，我们的罪已经跟耶稣基督一样，就被定了，被钉在十字架上，已经死了，埋葬了。那再从水里面出来呢，就是得到新生命，过了新生活。这个体验可能会更深了哈。也有很多基督徒他可能受洗，也就是像我们一样用点水礼，然后他们到那个以色列去旅游的时候哈，他们会参加一个节目，就是有一种类似体验式的啦哈，在那个以色列的那个约旦河，就有一个地方，它这设备很好有一群也是教会的团体所做的，他们就是体验，你要报名我要体验在约旦河受洗，然后就把那个好像那个仪式再重复一次，然后人都走到那个约旦河里面洗，他们觉得很深的体验然后。不过无论如何，请记得那个水就像那个乃縵，对不对？他被以利沙来交代说你要到约旦河去洗7次，他就有一点不耐烦，觉得说在我们家的大河里面洗不是更干净吗？所以水不是重点，是你的心呢，你的心是接受了我的救我的罪，我的一切不义，要跟主的死一起埋葬，然后重新复活。这个就是这段经文的重要意义。牧师也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这一群今天要受洗的有7位成人洗礼，有10位是信仰告白。大家跟他们互谈当中呢，他们心中有一个感动。他说，他是因为祷告神应许他心中得到确据。有的是说，因为来参加我们的教会，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大家彼此的很同心，看到这里有显出主的爱，所以他觉得他想要参加互强教会。换句话说，他曾经在别的教会受洗也参加别的教会的聚会，但他感觉来互强教会有神同在，这是我们值得感恩的事，是我们的这群弟兄姐妹他自己见证的，不是我们自己自夸的。那牧师一个感动是什么呢？我们在复活节从年初到现在，不像我们在12月底之前，我们有举办幸福小组，我们有邀请很多新朋友来传福音给他们。那这一次我们从年初到现在没有，但是仍然有那么多人，一共有21个要参加洗礼。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执行，我们有遵守主的命令，你要传福音给万邦，你要传福音给别人，所以他们小组持续在引导，持续在关心，持续在传福音所以第这摆才有21个要来伫各外济来洗礼所以各外济的洗礼这个意义甲这个圣经所记载是更加清楚更加实在这些经文我们就跳过来，我们可以自己复习最后牧师要跟大家勉励的是，主复活的故事无论多精彩，你就是要在生活中来实践，来见证新生命。因为基督信仰的最大特质就是主耶稣复活，对不对？但是这个复活就是一个最大的神迹跟奥秘。神迹奥秘是什么意思？平常看不见的，很少碰到的。但是这个神迹又不能用故事讲而已，神迹不是用来解释的，不是用来说明的，甚至用演的。神迹要用什么来呢？要用你实际的生命来做见证。你给人家说我的主复活了，那你的生命、你的言行举止、你跟人家互动相处，根本看不出你在庆祝你的主复活，那谁相信你呢？所以关键在这里，主复活是事实，但是在你的生命有没有成为事实？你的生命有没有成为主复活的改变的见证？我听到一个小故事了他说有位老弟兄信主的故事，在美国的台湾教会有一位80多岁的弟兄，他的太太已经信主了，但是他不信，
常常跟太太去教会，因为教会很温馨。但是怎么样呢？有牧师邀请他说：“你来教会10个月当啊，你唔着来洗咧？”伊应一句啦，伊讲吼，若有人甲我讲，是安那玛利亚是在色女，会当生囝，你甲我解说。咱讲这个故事，这个问题就是很久的问题，对不对？童女怀孕生子嘛，加上我们今天在庆祝主耶稣复活，怎么死人可以活呢？这些是圣经里面基督信仰的奥秘，但是用人的方法解释不了。问题在这里。这故事说，这个老弟兄是足好的、足心思的就对啦。但是呢，伊讲出来问题，教会人无遐当甲应答。不过伊原是照起工啊，逐礼拜拢对伊的太太来参加礼拜，甲兄弟姊妹来作息，但是伊都无爱洗礼。伊感觉好像迄个关哦过袂过就对啦。但是代志来啊，有一天伊举一支楼梯伫美国迄苹果树足够生苹果啦像咱台湾生龙眼有无？山啊，伊遐是苹果，但是无细字爬去楼梯顶，无细字拨落来。你看一个7、80岁人拨落来，迄代志大条啊啦就紧紧混袂去啊，互人送去病院急诊，随时甲送去到家病房。哇！大家足毋甘讲，即个兄弟大家斗阵真好啊！这时间呢，教会的兄弟姊妹拢日日为着伊祈祷，甚至有的人志愿禁食祈祷，继续祈祷。有的兄弟姊妹佫陪伴即个已经年纪大的太太，伫迄个家护病房，伫迄所在一直咧甲主求讲：主啊，也袂衰咧摔一个昏去那一声，要安怎主啊，你著救伊就对啦。大家迫切祈祷啊过一礼拜，突然间即个老兄弟醒起来，而且真紧就复原。医生感觉讲这足奇怪，7、80岁人摔一倒，佫对楼梯顶摔落来，迄严重到会愈来愈恶化，哪有可能佫好起来，好遐尼紧？医生已经老早就甲伊的家属讲你若心理准备啊，因为即个代志随时会发生摔落迄大代志啊，只是讲紧甲慢的代志尔。但是无想到医生的预测甲实际状况完全相反，用甲医生的经验原理拢无共款。唯一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新药，会当解释，会当完全复原，就是新药，互人欢喜。所以这位兄弟好了后，知影讲伊分别一礼拜外。教会兄弟姊妹，大家迫切地为着伊祈祷，陪伴伊的太太甲伊的家内人。伊好起来了后，主动走去找牧师，讲牧师啊，你甲我洗礼安尼。好了，牧师好像嘛有点仔要甲调甲挑战一下，讲，毋过你问的迄个问题，我袂当甲你回答呢你毋是讲迄个在色女怀孕生囝，我都袂晓回答你咧。你想这个兄弟安那应这个牧师，伊讲毋免啦，免应答，免答。我确实知影有上帝，若是有上帝，其他一切都毋是问题。关键在这里，有人质疑耶稣为什么从童女生子？怎么耶稣死了，生命都结束了，为什么还可以复活？人的原理没办法回答，但是只要是神迹，只要你相信上帝，一切就不是问题。所以从此以后，这位弟兄呢，有聚会他都来，而且很认真、殷勤的从头到尾参加，一直到结束。这个故事在说什么呢？生命是从我们自己领受耶稣复活所产生的能力，而不是用口头讲。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弟兄姐妹，我们要活出与福音相称的见证，用爱心、饶恕、谦卑，活出新生命的果子。所以不是一次的决志而是每日的跟随跟更新。这个新生命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每一日、每一天、每一个时刻，你活出这个见证，这个生命。弟兄姐妹，我们每年都在庆祝复活节。
我们可以了解说，并不是因为我们复活节的节目多精彩、花样多，很多人就这样来信耶稣。使人感动来信耶稣的，不是你讲多么大的道理、多么精彩的道理，而是因为在我们的身上，别人看见不一样的生命。所以我们常说，以生命影响生命。你唔通伫你的厝里，甲你的亲人吼讲啊，讲这，你都来教会，啊，你都来信主，啊，你的生命没有让人家里人感动，你愈讲伊愈无爱，愈嫌。最近有人在调查，说有些家庭吼，哇，本来足热心敬拜上帝，但是下一代吼无啥爱来。讲起来问题是讲，啊，你都热心教会的代志，咱家的代志拢无爱插。那生命没有在家里面显现，你怎么让他感受到说，这个基督的生命是在我们的家里面呢？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所以我们要让人家看见不一样的生活态度，引起人注意。说奇怪啊，这个人哪会安尼？伫这职场内底，大家安尼你争我斗，啊，现在这个袂遐尼谦卑，啊，佫甲人尊重，安尼这个人我得较要甲了解。人家才能从你的身上看见主耶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先改变自己，才能因此使别人引起到我们生命里的特殊性。而且，当我们对许多事物感到宽阔胸襟的时候，他们才感受到这个信仰所带来的力量。也就是说，我们改变生命价值观、生活态度，用积极的态度投入教会、福音事工，然后对社会有关怀，这个就是最好的见证耶稣基督复活。我们用各种方式来庆祝，但是你要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人家看见。这一个小故事说，在罗马的城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叫墓窟哈，这个古迹啊，这个隧道长20里，主廊高9米，支廊高2米，你看多大？好像现在咱的捷运那里遐宽哈，遐尼深，伫内底啊，这个就是初代基督徒秘密礼拜的场所。这个图片里面在描述，现在变成一个观光点了哈。你看，这个罗马的墓窟，你看里面很像一个迷宫一样哈，而且长好多公里耶。啊，这个是另外一个墓窟哈，这是另外一个。当时在1世纪末，因为罗马在迫害基督徒，大量被屠杀、杀戮、被关。所以很多基督徒成群结队逃到北非，那个时候地中海的对面就是北非。不过有人想要留在罗马，就像保罗一样，到罗马去传福音。他在罗马怎么办呢？你不能再公开跑来跑去啊。还好，在罗马他们那个罗马城市有很多石灰岩，很多可以挖洞，不会塌下来。不像咱台湾你土凹咧就落落啊，伊迄是钉的石头。凹入去啊，足侪基督徒秘伫内底，在做礼拜，继续在信耶稣，啊，继续传福音。因为这款坚定的信心，在压迫的中间坚定，是因为伊经历了耶稣的救恩。因用这款耶稣基督救恩去证明，因唔惊迄个迫害甲艰苦，所以世上无有一个人会当对生的世界去探索迄个死的世界，因为这个是两个无同款的世界。但是人都相信死不是生命的结束，特别是这一群初代的基督徒。所以面对死亡的威胁，人们感到惶恐惧怕。但是主耶稣借着他的复活，揭开了另外一个秘密。有一位学者说，主基督借着他的复活，揭开地上跟天上之间的窗幕，使我们看到死后的生命。意思说，你怎么知道死后什么世界？就是因为看到主耶稣的复活。所以当尼禄王我们说初代教会逼迫最严厉的就是这位尼禄王，在破坏基督徒的时候，将好几千个基督徒丢到罗马竞技场里面，有的被狮子咬死吞吃了，有的遭受火刑但是很奇怪的就是，这一群明明遭到生命威胁，已经要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候，他们要临死之前还在唱诗歌赞美主，好奇怪。
这个尼禄王他在观看台里面看到这种行为觉得很不可思议，说为什么这群基督徒临死不怕呢？事后他还特别去巡视那些已经被处死的尸体走，看到他这咱知有人讲尼禄王干起笑安尼就对，伊放火烧罗马城嘛，所以害死人了，我要看遐个尸体，叫奇怪。但是他看得更惊讶，他说每一个受尽苦难的基督徒，他们死亡的脸竟然是笑容的，笑着死去的。弟兄姐妹，他感到很奇怪，就问说：他们的信仰从何而来呢？这群人怎么会那么不一样呢？其中还关在那个囚牢里面的一个女囚就回答他一句话说：你要接受基督，你就会得到这种信仰。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二次大战，因为反抗希特勒，一位神学家叫潘霍华，他后来被抓了，在那个战争要结束之前被处死了，差一点点，已经要美国那联军要去解放，但是没想到他就被处死。他当时在临死前，他讲一句话，说：这虽然是生命的结束，但对我而言却是生命的开始。他说，虽然是肉体生命的结束，但对我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他就用祷告来促刑场。他相信死不是结束，是一个令生命的开始。各位弟兄姐妹，在今天我们庆祝复活节，牧师要邀请大家一起来思考：你是否仍在旧的生命的方式里面，还是你愿意回应基督复活的呼召，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要一起来祷告，然后我们要进行下一阶段的洗礼式，也请同工来预备。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感谢你施恩使我，互阮看见耶稣基督救我，唔那是赢过死神的关系，而且要互信你的人，无搁再是旧的我，是一个新的我，领受全新的生命。愿主将这款的生命的快乐赏赐伫阮中间，特别小等的有7位弟兄姐妹，有10个信仰告白，还有4位可爱的儿童，他们要受洗。愿神将这样新的生命完全来进入到他们当中，让我们每位基督徒大家都享受到主耶稣复活他的能力，而且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一起来见证，一起来为主来发光。感谢赞美主，我们要一起做主的桌，来见证主耶稣的救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要举行洗礼式，我们要请敬拜团协助来唱这首诗歌，就是“你爱永不变”。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周报里面有记载，有7位成人洗礼，10位信仰告白。在唱这首歌结束之前，请站到前面来，有2排，我们请同工来带领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巨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生命永追随。我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失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所有的成人洗礼的，还有信仰告白到前面来，请长老帮忙引导一下。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我天选过的
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注意，感谢主，来慢慢哈。没关系哈，按照顺序来就可以哈。贵店嘛没关系哈，我会叫名字就可以，没关系，排一下就可以哈。好，可以站宽一点，没关系哈。我们这一群要受洗的弟兄姐妹，我用华语来带领哈，用华语来带领。我们得到帮助是在乎依靠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之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听主耶稣设立洗礼的教训。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还未升天以前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要学习主耶稣的教导。今天有7位成人洗礼，有10位我们的信仰告白。这个时候，牧师要用誓约文来问你们你们就在投影片有来回答我你们所相信的好，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相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圣灵是你们的保惠师吗？阿们。你们是我愿意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吗？你们当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尽信徒的本分。你们愿意如此行吗？感谢主。我们学习主耶稣的教导，这个时候要为7位弟兄姐妹来施洗。年轻一点的，我们可以上台来如果不方便，牧师会下来你们站着，牧师为你们施洗。好，第一位是郭少爱。郭少爱姐妹来，小心来。郭少爱，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阿们。好，第2位是江正英弟兄，你用站的还是要跪？站的好来，我们用站着来下来江正英。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们。最旁的时候，他挖堂卡按的为地了呀。第3位是我们的香如老师，你要跪还是用站着？跪，可以跪，来扶一下小心你扶一下。许香如，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们。好，慢慢起来好。再来是陈佑豪，陈佑豪。陈佑豪，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们。好，请起立。方运君。小心黄云君，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们。慢慢站起来。再来是家珍，不用跪啊，起来，会使好，来小心苏家珍，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们。我们另外还有一位吴婉琴姐妹婉琴姐妹，你坐咧就好，牧师来下骹你看我头壳边了。
吴婉琴，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门。感谢主。我们另外10位，他们已经在别的教会早或晚已经受洗了，所以他们就没有洗礼的程序，但是一起告白他们的信仰，一起加入我们的富强教会。牧师，感谢上帝，愿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魂和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基督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这时候我要来做宣告：你们已经告白你们的信仰来受洗，我奉靠教会的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富强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们成为陪参会员，有份于主的宴席及新约的恩典。我们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讲台前这7位成人洗礼、10位信仰告白的弟兄姐妹，他们经历了神的恩典，决志受洗。受洗是一个仪式，但是更重大的是，我们决志一生要走在神恩典的道路，被神所拯救，得到新生命的确据。我们也将这群主的恩典的儿女交在你手上，求你亲自带领他们接下来的人生，是活出一个新生命的人生，一个见证主的人生，一个得改变的人生。奉主的名来祝福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也求你让我们更明确知道洗礼的教训、教导，能够看见神的救恩。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用拍手来鼓励他们。我们请向后转，向后转哈，向后转。那我们有的可以稍微往后一步哈，往后一步哈，没关系啊哈。我要来，我们再退后一点点，没关系，再退后2步，退后2步哈。牧师要一个一个来做简单的介绍，干脆你们这一排受洗的站起来，这一排好，站来这一排，大家看得到。好，时间的关系，牧师简单的介绍就好了哈。也请我们的长老同工准备要来接纳，也送礼物哈。第一位受洗的是郭少爱，举手一下，少爱。来，看亚比，看亚比哈。少爱是亚比斯小组哈，伊的妈妈就是郭王全姐妹，王全姐妹你对？王全姐妹有你家不？妈妈在楼上吗？好马是咱教会执委的姐姐啦哈，来教会已经2年多2、3年了哈，恭喜她祝福她哈。第2位是江正英弟兄，江正英兄。顺便介绍者，伊的查某囝嘛，信仰告白就是咱的婉玲，婉玲举手一下，婉玲底下哈。那不久前呢，婉玲带爸爸来教会，伊就决志这边要洗礼哈。我有问这个正英兄啦，我讲你是安那下要来洗礼？伊讲伊祈祷伊的查某囝有一个好的婚姻，讲上帝有听伊的祈祷安尼，所以他就决定跟女儿一起来参加洗礼咱给祝福恭喜恭喜。再来是陈佑豪，年轻人来举手，佑豪，来佑豪，对，佑豪佑豪是年轻人了伊本身是但在金融业工作他是在那个东海大学读大学的时候慕道他自己来我们富强教会，伊是台南人世居伫台南在工作的中间，伊看到咱教会，讲决定要来咱教会所以就慕道很久了，但是这次来受洗，我们来恭喜他再来是方运君，举手一下，方运君举手运君更加特别了他是在屏东慕道的伊的朋友就是咱的少爱，甲介绍信用。伊讲我要来恁富强教会洗礼安尼从屏东现在住在高雄，特别最近每一个礼拜都从高雄跑来台南咱足侪高雄来信主来教会洗礼咱来恭喜他恭喜他。再来是咱的苏家珍姐妹，施家珍姐妹举手一下家珍姐妹。我们的家珍姐妹呢她是咱的王之品姐妹来介绍来教会一段时间她
本身做餐饮业哈，伊定啦在祈祷讲上帝该祝福哈，伊感受到上帝的疼，所以这边来参加洗礼，咱欢迎他哈，欢迎他。搁一位哈，坐伫轮椅这位哈，哇，咱真感动哦，是咱的这个吴婉琴姐妹，婉琴姐妹哈，伊的查某囝是旧年迄个是廖姓珍，廖姓珍你对伫遮哈，姓珍呢，他来参加去年的幸福小组，伫咱的密珍小组里面他们就把他已经受洗，他就移转到我们教会，他为给妈妈传福音。妈妈坐伫轮椅也辛苦，身体在欠安，但是他仍然坚决说，今仔日身体体力不管如何，一定要来教会受洗哈所以他顺利成功来这边施洗，我们要鼓励一下，我们也为他祷告哈，伊即马身体需要接受医生的医治，咱求主保守予伊，更较有元气，更较有气力，得到主的恩典哈。好，那还有一位刚刚有跳过，对不起有跳过了。刚刚是许香茹老师，来，香茹老师。那是香茹老师嘛，真特别哦，吼。伊伫1990年伫德国读书的时候的慕道他是一直在追寻、在探讨这个信仰。他其实是有接触教会，但是这一次他决志，经过这段时间，他决心要来受洗。他跟我说，他有一位老师。很虔诚的佛教徒，不久前受洗了。伊是讲我这老师遐虔诚的佛教徒来信主，我无多20-30档无来洗礼，安尼袂使安尼，他就感动来到我们教会，因为他是跟好像是我们的晋和兄较早伫个店都熟悉后来又认识了我们的谁是。慈宝老师认识了就来感谢主他在当英文老师了英文老师，我们给他鼓励一下。好，接下来的是我们的信仰告白其实我们大多都认识他们，所以我就简短介绍。第一个是我们的郭瑞兰弟姐妹，瑞兰姐妹，我们有人叫她瑞玛瑞玛她在半年前。来参加我们的教会，也在加入我们的喜乐跟山林小组大家有熟悉讲伊的查某囝在仁和路开了一间寻意调香的一个香氛店第二位是江婉玲，刚刚介绍过了，我们的江弟兄查某囝这嘛就奇妙，我们的婉玲姐妹之前有受洗了，但是她小孩子参加我们的48，就是咱自然执事在。底下互相国小遐在推动了48课后陪读，因安尼来接触咱的教会，就一起来教会第三个，我们应该比较认识，叫刘宣荣，宣荣，宣荣就是咱洪恩的太太是咱魏鹏长老美娟老师的新妇啦。哇，这个双喜临门呢，因为1月份大家做妈妈等下要陪个小朋友来受洗安尼那个恭喜来个，非常恭喜。再来是夫妻档咱的夫妻档，我们的信男兄跟金台姐来一个属于自强小组，一个入德小组啦因原来属于迄个较生产老骨路遐一间2空教会我昨天听到我们的金台姐妹她一个见证，她说她觉得想要在信仰上更追求突破。伊家己来咱富强教会，本来他的先生，我们的信男兄想讲买啦，咱两个做会较好啦。但是看到他金台姐妹，她说来到富强教会，信仰更热诚全生命被改变。他想说，那我跟你来好了，安尼所以伊来金台姐妹来高当咱的信男兄已经来4年了我们很高兴他们成为我们的家人，拍手欢迎了我们2位。这个是我们的殷佳老师，来，殷佳举手一下。殷佳是我们刚刚圣歌队的诗琴其实殷佳老师伫咱教会已经上无10档但是他本身他的爸爸是牧师在圣教会在几年前过世所以他有一个感情但是这一次他发现他小孩子已经长大了。他决心说，带2个小朋友一起来加入富强教会，成我们大家庭一份子我们继续为他祷告加油。
再来是曹凤仪姐妹，曹凤仪姐妹在哪边？啊，曹凤仪姐妹啊，曹凤仪姐妹在那边哈。我们曹凤仪姐妹，她其实也是已经受洗啊，已经来富强教一段时间了哈。她是我们的植保老师的同事哈。啊，咱教会啊有这个隐形的一个团体，叫做这个男神哈的那个这个新楼幼儿园里面有一群团体哦，很热心在服侍哦哈。啊，就是因为这一群老师哈很热心在参与教会的事工哈，感谢主啊！他决志说这一次要来信仰告白，我们欢迎他。再来是也是一对夫妻哈，就是我们的黄红军跟张志怡。他们家住在教会附近，他们之前在别的教会已经受洗了，但是他1年前来到我们教会，也参加我们的喜乐小组哈。啊，一个可爱的小朋友哈。啊，这边哦，小朋友是来观摩的哈，后厝那就会来洗礼哈。啊，我们祝福他们哈，他们夫妻都在台南市哈，我们恭喜他。再来最后一位是周怡贝，那怡贝他是中医师，在我们的这个市立医院当中医师。他跟他的先生哈这个林新明牙医师有没有来？有啊。欢迎哈，他们也是大概半年多前来到我们富强教会啊，所以他就决志说加入我们的教会，一起来享受神的恩典哈啊。他在台中的时候慕道，在高雄洗礼啊，来台南在工作的时候来加入我们教会。好哇，时间再用了一点点了哈。这个时候我们要请长老来给他们握手，之后留在原地要照相啊。等一下有4个小朋友的家长也到前面来，我们是不是再等一下再测一下位置啊哈？我们送礼物给他们哈，来先握手一下，恭喜，来恭喜你，恭喜，谢谢，恭喜，恭喜，小朋友，恭喜啊，恭喜啊，好，恭喜你，恭喜小朋友祝福你，容易哈，恭喜，祝福你，恭喜！我们请长老留在原地要做照相哈。我们请长老留在原地要照相来。我们的第一排的稍微退一步，我们请小朋友要受洗的小朋友跟家长也到前面来，我们要照一张合照。退后一步来，我们请同工退一步啊。来，我们请退后一步，来，我们请带小朋友的一起来。我们稍微瞧一下位置啊哈，瞧一下位置，第2排可以再站几个。我们请同工来照一张合照，大合照。啊，还有这里，对，好。小朋友如果没办法面对镜头也没关系的哈，他们长大自己找自己的位置啊。好，小心哦。好，看到前面。那再一张。如果方便的话，把口罩拿下来啊；不方便也不勉强了哈。好，拍手！我们还有单位要送礼物的，来，我们稍微放宽一点。我们各单位要送礼物的过来啊哈，送花送礼物的。哦，很多单位哈，不讲单位的人哈。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哈，等一下个别照相的时候，我们在礼拜结束再来照相哈。好，当我们收完礼物之后，我们请慢慢回到原来的位置哈。那我们拿到礼物就可以回家，回到座位上。我们请小朋友的家长留下来，要受洗的小朋友留在家长。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天父的花园》，请同工来帮忙带我们这一首诗歌。
一起来唱，请小朋友预备。小小花园里，红橙黄蓝绿，每朵小花都美丽。微风轻飘逸，蓝天同欢喜，在天父的花园里，你我同是宝贝，在这花园里。园丁细心呵护，不让你伤心。刮风或下雨，应许从不离开你。天父的小花成长在他手里，别担心，你的成长在他手里。我们感谢主哈，我们有4个小朋友的家长。咱小儿说的意思就是讲，小朋友他还不了解信仰，但是父母心里有责任，所以要由父母来回答牧师我问的。你们可以大声回答。我们等一下有投影片哈，等一下再为小朋友来施洗哈，请我们家长来回答牧师所问的。感谢主，我们的小孩主耶稣用他的话来跟我们指导说，让小孩子带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的国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为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我们今天有2位才0岁还不到1岁的可爱小朋友，还有2位是10岁跟11岁的男生，所以你们等一下懂这个信仰也可以自己回答，好不好？好，来请家长来回答哈。今日你们的幼儿要受洗，必须在上帝和众人面前告白你们的信仰。你们相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圣灵是你们的保惠师吗？阿们。你们必须依靠上帝所赏赐的能力，将基督的真理跟信徒的责任教导你们的幼儿，以祈祷及好行为来培育他们，让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能遵照上帝的教会的教导。你们愿意如此行吗？感谢主，愿主来赐福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帮助你们坚守这个约。这个时候我要唱名，然后请我们来为他小朋友来施洗。我紧的，来吃点好，淡哦。王牧辰，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们。好，擦一擦，好。这个把它拉开一下下，好，拉开一下下 ，OK， 好。这是蒋若曦。蒋若曦，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们。好可爱哈！来，是我们的颂典，颂典来，好颂典，好。杨颂典，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们。颂约。杨颂约，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们。感谢主。好，我们这个时候要做宣告哈，做宣告。我们照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些幼儿蒙接纳进入教会，成为未培参的会员，有份于新约的恩典。今日这些幼儿的父母双亲和会众亲自做见证，并分担责任来培养他们的信仰，直到接受坚信礼。我们来祷告。谢天父上帝，我们献上满满的感恩。这4位可爱的小朋友是被神所爱的儿女在家长、父母还有亲人的呵护下成长。有的已经进入小学，有的还在年幼抚育当中。主啊，我们都将他们交在你圣手当中，求你亲自培育他们，让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爱在他们当中，有神的恩典在他们当中。他们的学习过程有神的智慧给他们，他们有健康的身体，
有智慧的灵，特别是有爱主的心，特别让父母亲他们用神的话语、用神的教导来培育儿女，让他们成为神所爱的儿女，也将来在社会在整个人群当中成为神给他们的祝福。奉你们来祝福这些家长以及每一位小朋友。我们向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请向后转，我们给他们鼓励下来。我们简单介绍，也送礼物给他们哈。第一位就是我们的王牧成，来，牧成那3个月了哈，3个月刚好妈妈来信仰告白哈，小朋友来受洗，洪恩哈爸爸来抱着哈，恭喜恭喜哈，是我们的魏鹏长老哈美娟老师的儿子媳妇还有孙，咱的阿祖是多少？阿祖来敬请就是来阿祖好你呀。第二位是蒋若曦，嗨。妈妈是佳美，那你看惜啦哈。她还有一位双胞胎的姐妹，这个可爱的小朋友爸爸是蒋克鹏哈，克鹏弟兄欢迎你。哇，这个家庭我们就比较熟悉了哈。我们的宋典举手一下，宋典好，还有宋约。咱真欢喜哈！今仔日爸爸杨永顺弟兄，妈妈殷佳老师，咱赶紧恭喜一下。好，谢谢。好，那我们就请回座哈，请回座，谢谢。弟兄姐妹，我们马上来进行我们的圣餐哈，我们来进行圣餐。我们也请同工预备来服侍哈，我们来服侍。我们一起唱这首圣餐的诗歌，我们要唱宝贵十架。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十架上一直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可为十架的大能使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感谢主接下来这段流程，牧师用台语来主持。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属于教会陪餐者来参加受主的圣餐。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定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定无去杀伊。”主耶稣伫受袂迄暝有设立这个圣餐的记号，咱来照伊的记号，咱来举行这个圣餐三角祭祷，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拯救甲伊的疼。当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提饼祝谢，所以咱照伊的模样，咱大声来感谢上帝。主我的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司。阮谦卑恳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这个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赞，会通正好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为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安尼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
这个是我的身躯，为了恁拍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时阵，咱要请所有的长老、小会员来服侍，来分圣餐。咱今仔日哈，我们有2堂的聚会一起聚集，所以人数比较多一点点。我们请比较角落的弟兄姐妹，你可以主动来拿这个圣餐。今天受洗的弟兄姐妹都可以享用，特别是楼上楼上比较宽一点我们同工来协助。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了恁拍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我们拿到圣餐，你在手上，你先做一个感谢的祷告。我们感谢主说：“主啊，你为我受苦，为我钉十字架，我感谢你，因为我的罪。”也因为这样被救赎，我要接受主，成为我生命的主，让主的复活的生命也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们献上感恩，也为自己祷告，求神亲自将他的恩典、医治跟平安赐给每一位弟兄姐妹。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楼上好像人比较多，我们不知道同工有没有来补这一个新的盘子。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了恁拍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好，现在没有拿到的可以摇摇手，这样比较方便看到你哈。有人无摕到的无摕到的请举手一下，人摕互你。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了恁拍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好，在婴儿室或是在角落的弟兄姐妹，不要客气，主动走过来哈。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还有哪一位弟兄姐妹没有拿到的，不要客气，感谢主。这时候我们请把第一层的透明薄膜把它撕开，把饼放在手上。各位兄弟姊妹，这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我们一起来领受。
食了后也安尼捧杯。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时我们把那个铝箔的撕开，咱做伙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伫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甲伫地。咱三甲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来领受这个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故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经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主啊，阮感谢你，因为阮确信主耶稣基督告我，是真侪新的生命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所以阮心思意念，阮的所行所做，阮的价值观也要因安尼改变。阮也要伫阮的生活、伫家庭、伫阮的处事为人中间，活出耶稣基督救赎活命的款式，通为主做见证，互更较侪人来得到这个活命的快乐。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要影响改变阮每一位。也阮通过这个圣餐来见证上帝你的祝福甲恩典。感恩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各位兄弟姊妹，伫咱后壁面吼，咱有一个奉献甲报告。牧师伫这个奉献进前，咱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吼。咱也请执事准备来收奉献。咱今仔日有圣餐奉献，还有一般的主日奉献。所以意思讲，入伫酒保内底那个纸袋，是要让你另外放在里面。这个钱呢，就是要当成我们的这个宣教基金。那我们这一次呢，因为中会有特别呼吁说，我们这一次的圣餐能够为咱伫2个月前在预警在南溪无发生大地震有无吼？虽然摇了很久不是很大，但是很多房子都受损了咱南西加迄个玉井我们的预警教会跟南溪教会，他们因为教堂摇得太久了所以就很受损所以大概准备要这个重修来做这个重新的装修我们台南中会众教会要用一次的圣餐现金为他们做奉献所以如果你有感动或是你有准备，我们可以把你的奉献放在纸袋里面另外我们主日的奉献也一起奉献。我们这个时候请我们的执事上来收奉献，我们也准备来做奉献报告。OK， 谢谢。
会众请坐。这条，咱来看本月的金句，台语、华语，咱拢来念一遍。因为人主来，毋是要互人服侍，反倒是要甲人服侍，甚至牺牲家己的性命来赎回真侪人。马可福音10章45节，华语咱一遍。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可福音10章45节。我们翻开周报的第2页，下主日主理是夏牧师，司会是邱仪执事。咱先开第4页。集体交通，今日举行过偌济赞美礼拜，2场合并一倒一场，由咱圣乐队甲管弦乐团因献唱河顶大几本的清唱曲，做伙学了耶稣过活的大能，借着圣餐纪念主的救赎大恩，感谢每一位团员甲辛苦。练习甲献诗，咱看第3点，今仔日过偌济有彩蛋，咱礼拜三，咱由咱的长职甲咱的招待同工来分予每一个兄弟姊妹有过活的彩蛋，咱也多谢以赛亚牧区因为阮准备的彩蛋辛劳来准备。第2。今日有接受成人洗礼，甲信仰的告别，咱持续为着因受洗者，甲来代祷，求主来坚固因的信仰，成做基督的门徒。第3点，本会伫下晡2点要召开定期的小会会议，请小会员来准备心参加。第4点有中保代祷学赛的52期已经开始报名。下礼拜4月26暗时7点，咱有举行主日的礼拜。咱来看第5页，上礼的关怀。本会退休牧者詹志焕牧师，就是咱索隆长老的老爸。也是咱瑞平牧师的阿公，伫4月13蒙主恩调，安息主怀，享高寿90岁，定伫要来4月25下拜5下晡1点，要伫市立殡仪馆怀帝厅举行日暮加火化礼拜，定伫4月26拜6上午9点半。要伫本会礼拜堂举行追思告别礼拜，请为家属来代祷，愿上帝赐落安慰甲力量。第8点咱有3个小点咱家己来过目。咱先开第6页有关怀代祷的事项，咱常常为着这个。需要代祷的事来献上祈祷。第7页有咱顶礼拜的奉献甲精神，咱若有错误的，咱的财务人员来更正。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欢喜，今仔日第复活节咱有大礼拜、赞美礼拜，咱有。特别有我们的受洗者的家人一起来，但是没有名单了一个一个介绍。我们请咱家受洗跟信仰告白的家人都站起来，让我们欢迎好不好？有亲朋来一起来的，我们来拍手欢迎他们来，来客气也就起来有家人一起来的。那另外我们也欢迎一位新朋友，叫做这个徐家干
有咯，好，来，底下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啊哈，我们的徐家干弟兄，欢迎你来参加哈等一下哈，因为我们刚刚受洗了，时间很紧凑哈。等一下，如果各小组各单位、各家人，你们要照大合照可以一波一个顺序。我们请长老或是执事来做一点指挥的动作，靠袂大家小客啊，算叫做时间慢去安尼哈另外一个要祝福大家的就是我们这个复活节的礼拜哈咱足侪兄弟姊妹拢会当摕一粒卵啦因为咱等结束的时候可能人很多分散，你有的主动可以跟我们的长老跟执事来领这个复活节的彩蛋。我们也感谢我们的以赛亚牧区昨昏一日无闲伊个所在来服侍安尼用安尼来甲咱感谢咱也继续为着咱的老詹牧师受主恩调咱来孝念甲代祷伫即礼拜拜五要先做火化式过顿工早起拜六4月26早起9点半伫咱教会举行追思礼拜咱足侪人拢唔甘伊离开咱啦，总是上帝予伊无艰苦享受到上帝所祝福的长岁寿平安到天国。特别是这个受难周甲过偌济，会当见证咱人的肉体生命虽然会有暂时，都是永远的活命伫天国。安尼来做见证，感谢主，咱也继续退祈祷。迄天若有时间方便，咱欢迎咱大家来参加。用安尼甲做报告咱做起立来吟上人的诗102首，哈利路亚，伊有歌我。吟诗说，咱请牧师为咱祝祷。谢谢。哈利路亚，伊有歌我，我的主出邦歌曲，伊太阳时时的关心，天使百姓都欢喜。哈利路亚，伊有歌我，永远我拢无个心。哈利路亚，伊有歌我，永远我拢。咱来唱第三节。哈利路亚，伊有歌我，永会无时时抓帮。我命源头咱着尊重，当心何落来敬奉。哈利路亚，伊有歌我的主永远的王。哈利路亚，伊有歌我的主永远的王。但愿各我的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扶持帮助引带，甲咱所有兄弟姊妹三甲同在，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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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请坐别倒，先我哋唱祝福的诗歌，咱再来散会。上帝的平安甲恁伫地。这个时阵，咱伫
门口的所在有要分彩蛋，咱会当咱的服侍同工来索取。